对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晚上好，哥哥姐姐们晚上好。对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这个是在大舅哥家，之前不是说了吗？那个有工人在工地上守工地了，现在我们就有时间来丈母娘家里了，欢迎大家。对，大家在的话，我还不睡觉呢，还早，就看看大家是不是又想我了。本来是不开播的。然后看见爸爸妈妈，就是说，爸爸又发视频了，然后我就直一下播，是这样的，谢谢梅梅姐哈，谢谢梅梅姐，对，欢迎大家。小姨冲凉去了，巴不得一天出3个视频，没有逼啥，是啥就是啥。对，可能爸爸自己也想通了吧，想要家和万事兴，然后，对吧？也看小姨也挺不容易的，说实话，在这边也有的时候，是吧？骂他喷他的都有啊啥的，也想通了，对。前2天没发视频，因为很多事情，然后，小姨子家呀那个大姨子家呀帮忙啊啥的，他们家出了事啊啥的，帮忙。对，对，要天天开播，是的，不能天天不开播。我能挺住的，我没事的。大姨子家上次不是说被人家借了东西吗？然后就没拍视频。没有谁登门怎么道歉呢？没有。我也觉得道歉了就好了，说开了什么都强，对吧？什么事情他是也看小姨不容易吧。报警也报了，但是也没找到人。欢迎大家好，欢迎大家。没有叫谁来道歉啥的，可能就是因为上次那个事情嘛。爸爸也想来一趟，他们就是说想来玩一玩啥的，就帮忙啦。我们在这里盖房子也不容易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大家。对，一家人和和气气比啥都强。然后我前面直播也说了，以后呢，一家人和和睦睦也比啥都强，确实是这样。欢迎哈，欢迎大家，我奥德彪来了。对，房子盖好了也一家也来。是啊，都挺不容易的，就是说，吵吵闹闹的时候都会有。对啊，我也说了，好好的一家人一起生活比啥都强。爸爸妈妈也是看小姨也是不容易。哇，这么晚了还一会6000人了吗？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哈，欢迎哥哥姐姐们。对，我们好了，大家都会好的，是的，确实是这样，家庭和睦才是王道。对的，对的，对，是的，爸爸妈妈对我们也那个，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做好的。我们属于长辈，我们就不讨论长辈的是非了。我们属于小辈嘛，这个东西是吧？以后该怎么对待，就是留给时间。对，留下来是啊，很多都是支持我们的，是的，谢谢大家。养只羊飞个公羊，好的，没有说向我道歉啥的，也感觉小姨挺不容易的。最近呢，发了一些评论啥的呀，然后说小姨的也是很多嘛，然后他就发了个视频，是这样，小姨是不知道的。对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好，谢谢练哥，谢谢练哥。小姨冲凉去了，反正已经翻篇了，以后该怎么对待父母就怎么好好的对待父母，那就比啥都强。就说爸爸妈妈义务本分呢，这个事情呢，是因为他这边的人呢，他的思想是这样的，就是老人没事的时候帮忙带小孩呀，然后是吧，带孙子，然后让年轻人去创业，年轻人呢就好好的给父母养老，这个也是挺好的。其实我们就像我们李林农村也一样，也是这样的。有的时候公公婆婆帮忙带娃，然后我们安心的去创业，对不对？然后以后我们就好好的给他们养老，就这么简单。又点一根，现在不点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哈。所以说大家理解一下，如果年轻人又要做事，然后又没时间带娃，那咋整嘛？总要有人带，就不能工作了呀。有的时候很不容易，所以说做点事情挺难的。每个家庭嘛，
就是相互的多理解。我觉得经过这个事情呢，我们一家人也会更和睦的。给我点灯牌，谢谢大家哈！大家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嘛，没亮灯牌的亮亮灯牌嘛，谢谢大家。怎么一下上那么多人？欢迎大家。对，公公婆婆是的，就是带娃这个问题是的，互相帮忙，我们做什么都看在眼里的。我们没有要谁来道歉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哈，欢迎大家。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。对，是的，是是非非就不讲那么多了。以后呢就好好的家和万事兴，好好的生活吧。对，8000人了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我没哭，我没哭，我能哭啥呀？我刚刚没拿那个手机支架，然后就播一下，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。好好的，是的，欢迎哈，欢迎大家。是的，好好做视频，欢迎哈，欢迎我们的哥哥姐姐们。然后他们都休息了，然后我就直播一下，不然他们在带娃的时候啊，我也播不了。对啊，我一直看见了，大家一直在关心我，支持我们。对，大家没点关注的，我们点个关注嘛；没亮灯牌的，大家帮忙亮个灯牌嘛。谢谢大家。是的，我看大家都说好好的做好视频，这个是真的。对，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，一家人团结比啥都重要。现在不需要住工地了，现在住在家里面。我还没好，有点着凉了。今天好像就是说这个天气又凉一点，然后下了雨。对，欢迎大家哈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哥哥姐姐们。对，把视频做好，是的，会做好的，放心吧，以后没啥事啊，每天都会努力的更新视频的。我在这里呢，也给爸爸妈妈说一声吧，对吧？也是为了我们的事情，也都辛苦了。也看了我们也不容易，确实操碎了心，说一声对不起。对，做好自己比啥都强吧。以后好好的努力就行了。房子还要雨季过后才能那个吧，雨季过后才能盖好。小姨到时候该说的时候她也会说的，那肯定啊。是的，苦日子也过了，苦尽甘来了，然后一家人和和睦睦的以后过生活。工地有现在2个扎钢筋的，就是说做围墙的工人在那里坐着。谢谢我学姐，谢谢我学姐。对，那视频呢，爸爸发的是吧？他要说什么，那就让他发吧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然后又发出来，然后又删掉，那多不好啊，是不是？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发就发了，不要遮遮掩掩的，也挺好的。说明都是顾家的人，不管是谁，对不对？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好，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其他的话，你再讲下去也没啥意思，怎么样都没意思。最重要的都是为了家庭，所以说为了家庭好，这个都比啥都强。对，谢谢我学姐哈，谢谢学姐的人气票，谢谢大家的礼物哈，大家没亮灯牌，我们亮个灯牌嘛，谢谢大家。老挝投资，如果是在这边有好的方向投资的话，投资也没问题的，我觉得，可以的。投资这边，你看我们这么多国人在这边，湖南人这么多，人家不也在这边投资做生意吗？这个挺正常的，啊，对不对？有好的那种项目还是可以投资的。谢谢大家哈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我们的哥哥姐姐们。这个如果有好的项目，我是不会就是说后悔啥的，是吧？这个得自己看好，不要是吧？有项目啊，然后自己没看好项目，那亏了就不好了。得看好项目，这个投资没问题。谢谢大家哈，谢谢大家，欢迎我们的哥哥姐姐们。是的，言多必失，好多时候就聊聊天就行。父母的事情我们也不议论太多，然后到时候人在做天在看就行。
是的，大家没点关注的，我们点个关注嘛，是吧？没亮灯牌的，大家大家帮忙亮个灯牌嘛，谢谢大家。对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我看直播一下是不是大家都想我了？然后我直播一下呢，大家都一下来就进来8000人，大家都挺关心我们的，挺支持我们的，真的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飘屏好快，我的屏幕都看得眼花了，我要戴眼镜了。欢迎大家好，欢迎大家。对，做好自己，一家人和和睦睦就不后悔。欢迎好，欢迎大家。我都有点打瞌睡了。对，是的，自己家里的事情呢，反反复复拿出来讲也没啥意思。然后爸爸妈妈也是看小姨最近也压力大，然后有出了好些事情啊，发了这么一个视频，挺不容易的，能做到今天，没有老婆是做不出来的。说实话嘛，都是老婆拍视频啊，坚持拍的，我们才有今天。小姨的人品啊，大家都看得见是什么样的，大家以后会看得见的，我们该怎么做，是不是？小姨是什么样的，大家也会看得见的。欢迎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号就是我的呀，我的身份证的呀，然后我们2个夫妻一起做自媒体呀，喜欢我的也好，喜欢小姨的好，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嘛，挺好的。对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嘛，没亮灯牌的亮亮灯牌，谢谢大家。是的，好坏以后大家看得见，大家来评论吧。话多我就不讲了，说多了呢也是自吹自擂啥的，意义也不大。以后我们怎么做，让时间来证明。对，欢迎大家我这个屏幕都有点花，飘屏确实太快了。对，以后更加的努力就好了。账户、银行卡都是我的，大家放心，这个问题不会有的。之前我们刚没钱的时候，大家也怀疑过，就是第一次来老挝的时候，就怀疑这个问题。现在又拿来讲这个，所以这个节奏其实没必要。对，所以说以后啊，情商也会有，格局啊都会有的。放心吧，对不对？跳个舞，大家想看啥？夫妻嘛，2个人嘛，这个东西自己心里有数。我没拿手机支架，跳不了舞。我看一下吧，想看跳舞，我安排一下，过2天吧，好吧，我们展示才艺，要换个播法了展示才艺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密码也是我的，我要密码不简单吗？这个东西拿去身份证，去银行啥都是，真的是你说这话，但是我是相信老婆，我们2个互相尊重，就给老婆管着就行了，对吧？这就挺好。互相的，什么事情都是互相的，欢迎大家欢迎大家。对，有什么需要花的呀，花哪里呀？然后我老婆都是尊重我的意见，什么大主意就是说要买地也好，不管是做什么呀，都尊重我。我也会考虑，就是说，你说买地啊，有的赚肯定会买，这个东西是吧？看你自己，怎么去投资，做什么。对，爱老婆的人才会发家，确实是这样。对，是的，对呀，电话号码都是我的。说这个，夫妻团结一心才是最重要的啊！以后就是这样，能单纯啥？我说实话，一辈子是跟老婆过的，小孩、父母，这个都是没有老婆陪你的时间长，对不对？以后小孩他也会出去，也会去嫁人呀、娶亲呀，然后出去住分开呀啥的，对吧？他也不会陪着我们一辈子，包括父母也是一样，陪自己的只有老婆，
对啊，我们都2个小孩了，小孩马上明年都上那个小学了，马上就要想办法，就是说找一个房子，然后给他安排一下在城里面读书啥的，这个就是主要要安排的，让小孩好好的读书，这个就是真的。所以说这个再解释没用，你们说这个，到时候我们去我们城里啊买了是吧？这个东西大家就看得见了，对。说不如做，反正你们说啥这个都没关系，都可以说，担心也是担心这个问题，我也能理解，没事的。但是以后让我们用时间来证明，啊，用行动来证明。欢迎大家哈，欢迎哥哥姐姐们。对，不用去解释太多。我去了，我黑了好多啊哥，因为这里天气热，能不黑吗？对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哥哥姐姐们。还没封顶呢，到时候会封顶的。反正想说啥的就说啥，没事的。对，非要全款，就是以后办绿卡呀，全款是要写2个人的名字呀，我们夫妻共同的呀。傻一点好，我觉得吧，有一个这么优秀的老婆，男人傻一点好，我觉得吧。我就做老婆背后的那个男人也挺好，只要谁有能力做啥都行，我有能力他在我后面，他有能力我在他后面，这个挺好，不然2个人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，互相商量，互相尊重，就这样就挺好。一天3个视频，争取努力，以后有机会的话就多更新视频。你也想吃，对啊，好多人想吃还吃不上，这个没毛病，维特哥，对吧？哎呀，笑死我了。确实有的人想吃还吃不上，这个话没毛病，我觉得也是这样的。对，能产个啥？再产不是生了2个小孩吗？是不是？家里嫁给我几年了啊？没钱的时候也好好的，有钱了还能咋地呀？说实话，挺好的，我觉得。老婆那么努力，那么积极，就是说做视频也好，除非是有特殊情况，然后就不更新视频。基本上不管出现啥，每天都在坚持的拍视频做视频。我觉得他这种，就是他这种怎么说呢？我一下怎么形容呢？他这种就是说那种比较，哎呀，我一下穷词了，怎么说来的呢？就是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，那种毅力，对，坚持不懈的那种敬业的精神啊，对，就这么回事。他一直都是这样。有的时候我没什么题材的时候，我说今天就算了，今天休息一天。他说我今天反正要拍，因为粉丝网友们等着看。然后呢，就怎么都要想点事情来拍出来，反正题材没那么多，反正就是想是吧，做顿饭也好，或者是出去干点啥也好，怎么都要想着拍出来，就是执着的那种人，不管怎么做他就坚持，真的不容易。有多少个，我别的就不讲了，你像有多少个女人能做到这个地步的，我不管其他嘛，你像每天努力的坚持拍视频，他自己剪辑，而且中文他是一知半解的，之前对中文没有这么熟悉的，刚做的时候一知半解，又学会了那个剪视频，就用手机剪，也是他自己剪，现在剪视频都快的很多了，以前还没那么快，现在越来越熟练。中文呢，你像文字这些他都是一知半解的，有的都是靠猜，所以字幕有的时候不对，所以他的努力他的坚持大家一直看在眼里。我是说白了，我自己现在也会拍视频，但是我还是没有那么会剪辑，挺有上进心的，不管出什么事情他总想着是先拍视频，不管其他，反正就先剪出来。你们要不信，哪天我们直播给你们看，让小姨现场给你们剪视频看，你看谁剪的。我们也不是没有直播过，对不对？就是他自己剪，因为你请谁剪他也要翻译，你得翻译出来。你请人家剪吧，人家不知道那个语言，他不会翻译啊。
冲凉来了，嗯。小姨在冲凉，交给时间吧，爸爸妈妈是吧？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就不讲了。以后我们该做的，我们用行动来证明，再去解释啥也意义不大。只关注我都行，关注我也行，关注我老婆都行，这个没问题。我感谢关注我们的每一个哥哥姐姐们哈，感谢大家，反正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有的事情呢也不方便说的太多，说多就错多，确实也是这样，因为这么多哥哥姐姐们看着我们呢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嘛？毕竟粉丝量也100万了，然后很多东西我们都会注意啥的，用行动来证明一切，交给时间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欢迎大家，对，欢迎大家哈，欢迎哥哥姐姐们。是的，有些东西我们也自己心里清楚了，所以再说多的也不说了，到时候用时间来证明就行了。欢迎哈，欢迎大家。插手爸爸的婚姻，我从来没有插手过爸妈的婚姻，我们做小辈的，从来没有插手过。我们为什么要插手啊？幸福是他们2个人的，以后陪他们相濡以沫的是他们2个人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为了也想他们好，对吧？事情说开了比啥都强。欢迎大家哈，欢迎哥哥姐姐们。对，我们就不说这些了，说多了越说越错，对吧？哇，一下又7000人了，欢迎大家好，欢迎哥哥姐姐们，欢迎大家。对，我觉得也是，好多哥哥姐姐们都是为了阿彪一家人好，确实是这样。这里很热，天气真的好热。对，老婆是不会差的。老婆能差到哪里去？差的我也不会娶。对吧？证明我那个时候眼光还是独特的把他追到了手，追到了家，生了娃之后呢，听老婆的又把家怎么说来着又把家发起来了，对，和好了最重要。我不管怎么说吧，现在这样都是挺好的，以后我们一家也会一起，就是说更努力，然后一家人也会更和谐的生活，对吧？这就是